红欲滴的臭美，像是浪漫的符号，总让人有幸福的感觉。这回来到了臭美的故乡大湖，这让我重拾少女情怀。现在跟着我一块去摘臭美。Hello， 我是臭美公主。今天啊，我来到草莓园，你是不是有觉得有粉红泡泡的感觉呢？这里啊，草莓个个呢都香艳欲滴，而且头好壮壮的。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臭美啊是长在架子上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得找人问问。豆芽，马老师，可不可以问一下，为什么这边的臭美都长在架子上面啊？哦，也米土哦，因港中人的身体唔会有正一平，以前平平喺天下，啊不你脚趾头、腰骨、动脚、摆头，所以特别国家起来，我就工作较安全，个人合作要较方便。好贴心哦，可以这样子轻松摘臭美啊！我很适合我这种臭美公主。你可以带我摘草莓吗？可以。开始摘臭美。摘吃婆呀吼，伊咧叫人树，唔好去名吃婆诶。吃婆诶，是臭美。我就讲吃婆诶，唔咧去名吃婆诶，我本野树诶文土绿色体。你哦，摘个要碎碎，所以唔可以岩顶，有看下摘，岩顶要边个低头，要当方低头，岩顶呢要当尖的去，按样树柱唔会命到吃婆啊。手不能摸臭美，刚刚头嘎说的。好甜哦。人家都说啊，黄甜黑色摘臭美。那么摘了这么多的臭美，要做什么呢？当然要吃。除了单单吃臭美之外呢，像是这个臭美伐茶也很好喝，甜甜的。还有臭美松饼，我们可以把臭美还有奶油哎，请你吃。迎着东阳摘臭美，啜一口臭美伐茶，品一块臭美松饼，黄甜合色摘臭美。原来一个人的浪漫也能够让人甜蜜蜜。